启明时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启明时声直播。今天呢，我们很荣幸邀请到这个国际级的商务呢，这个酒店的代表到我们节目当中哦。那么我们现在就来欢迎，这就是台南晶英酒店的总经理李静雯李总。嗨，大家好。好，非常欢迎李总到我们节目当中哦。那我们知道说，台南晶英酒店呢，它是金华国际酒店集团旗下的这个国际级的商务的度假酒店。那么李总，你是不是可以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呢？好，首先呢，我想如果讲金华酒店集团，大家都知道股票上市公司。对。那晶英的话是金华国际酒店集团旗下一个叫做在地5星级定位的一个酒店品牌。所谓的在地，不是说它比较 low。而是它每一个精英都必须要跟当地接地气哦，是，所以我们目前呢，我们有蓝城精英酒店在宜兰，那它的样貌里面的那个服务内容就会跟另外一个酒店太鲁阁精英酒店又不一样，因为地点不一样，所以当地有当地的这个文化啦，或者是一些食材都会进到这个饭店的一个经营的元素。那台南当然府城，那么府城的话，我们第一个就会想到孔庙嘛。对 ，OK， 因为孔庙就是康熙时候的台大。哦，是 OK， 它不是庙，它是那时候的一个学府第一学府，台湾首学，对，首学。所以台南精英的设计呢，它的元素的发想就是用孔庙里面很多的元素，然后再把它再做一个再创造，形成台南精英酒店的一个设计。哇，原来是用孔庙哎！哇，那今天很巧的，李总，你后面这个做的背景刚好就是我们全台首学哦，哇，真的很太棒了，我们太有默契了，对，哇！所以李总不讲，我们还不晓得说，哎，原来精英酒店有这样的一段的渊源呢。是哇，所以真的是很棒。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台南精英酒店哦，那么近年来让大家觉得说，哎，好多的变化，然后跟其他的这个饭店酒店都不太一样哎。那我想哦，这个精英酒店可能就是不断的在求新求变，对不对？是的。所以为什么精英酒店会有这样求新求变的一个理念呢？因为其实进到台南的国际饭店市场，或是台南的饭店市场，我们算是比较后面，所以前面已经是一个大红海了。哦 ，OK， 你看我们那块号称万平的话，你看有多少家这个酒店，对不对？原来大益丽致酒店，对，原本还有300多个房间，对。然后我们台南精英是在2014年4月26号局部开幕，是。然后同年的话，就是和逸也开了，对。和逸200多个房间数，那我们200多个房间数，然后去年的话，我们的对面烟波大饭店500多个房间，哈，所以就是说我们是后期进到台南这个市场。那如果我们只是按照以往大家在经营饭店卖房间里的房间几坪多少钱哦，你们家只有什么中餐西餐什么餐，或者是宴会厅，然后多大多少钱，往那个角度的话，那会落到比价钱。对，所以我们要卖的是体验，卖的是一个生活形态。是，对，所以我当初就是用这个角度。去定我们台南精英的经营策略，那就把自己逼到一条这个很疯狂的路，叫做不断的创新，对，不断的创新，因为创新这件事情，既然叫创新，你不能想出一个产品，它就是永远都是在那边重复，所以要逼着自己不断创新。那当然有一些想法很快就会被别人学习了 ，copy 了。那么这个没有办法，我们就是继续再往前跑 ，OK， 所以这就是我台南精英的经营理念。对，所以其实李总有讲到一个重点啊，如果说在现在这么竞争尤其是你们那一块真的这么多的饭店酒店然后都5星级的，然后每一间都这么强，然后你要在那边竞争，你真的没有不断的创新是没有办法。像大益丽致酒店就说我们很可惜的6月底就熄灯了。
那它是最开始其实是最元老的、最棒的，对。但是后面可能就是说，因为它没有办法，就是说因为可能疫情也有关系，但是我想在疫情之前这整个体制就有一点就是可能没有那么的创新。就像刚才李总有讲到，这个饭店可能他是说我就是有什么厅什么厅卖什么吃什么，对，或者是创新，或者是房间像我们标准房12坪，那如果大家都是在说那个哪一家也是12坪，那你家多少钱？你卖的比人家贵，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只是用空间的大小去连接到定价，那我们的价值要去创造出来，所以就必须要找不同的角度跟元素来做创新。对，没错。所以刚才李总讲到一个重点，卖的是一个体验，没错，对不对？哇，对。也许你说12坪，但是这个的12坪跟那个的12坪里面的东西、里面的服务跟它推出来的东西是绝对不可能会一样的，对不对？是。好，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带大家好好来了解说，台南晶英酒店到底有哪些特色，哪些不一样？所以我们从餐饮方面先来说起来，李总。好，如果以大分类来讲的话，我们的餐饮的餐厅数不多，我们只有一个小小的中餐厅叫金英轩，在2楼。是，对。但是我们知道那个烤鸭超有名。对，我们也不断就是除了烤鸭之外，就是我们希望那个。至少每一年要有一些新的梗出来，对，然后让大家会想到说，我就是想要去吃什么东西，那这个菜色是别人没有的，是，然后又要好吃，OK， 所以我们的中餐厅，如主持人刚提到说烤鸭，我们是樱桃鸭，对，樱桃鸭，那我们非常要求。这个出品的品质，所以常常有客人跟我们说，我们可不可以外带？我们坚持不可以，不可以，对，因为他一定要算好客人要用餐的时间出来，然后那个热度，然后那个皮就是外表脆，肉是很 juicy 的 ，OK， 好，所以先讲就是说我们的中餐的话，就是小而美，小而美 ，OK。然后呢，我们1楼呢有一个西餐厅，西餐厅的名称呢叫做 Robins。那这个 Robins 是一个人的名字哈，它源自于在我们的母公司台北精华的牛排馆，它叫 Robins 的原因就是当初从开幕开始这个后来做了装修。然后那个餐厅的主管，他是非常努力的经营那个餐厅，为了要纪念那个主管，就把餐厅用那个主管的英文名字 Robins。对，所以我们到台南就是这个品牌的一个延伸。那这个西餐厅的话，虽然是牛排馆但是它基本上有铁板烧，然后我们的沙拉吧非常有名。那当然不吃牛的人，他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OK， 然后呢，我们有一个大家都很喜欢的，也应该有蛮多机会可以去的宴会厅。我们的宴会厅，挑高6米，然后呢，最多可以放下100桌，没有梁柱的哦。OK， 就是没有梁柱，对，无梁柱。那个当然就是以现在来讲，就是要多功能设计。所以它会根据客人的需求，那个整个大的空间，它可以隔成3个不同的厅，那也可以把它打开，2厅合并成一个大空间之类的都可以。然后呢，我们4楼有一个多功能室，多功能室可以开会啦，或者是说，可以那个有一些 VIP 还要用餐，它可以变成独立包厢。然后室外的话，4楼外面有一个室外出去有一个。无边界的游泳池很漂亮，而且是晚上的景，那个灯光打下去非常漂亮。那个游泳池畔呢，就有一个 bar 叫水晶廊。那水晶廊现在非常有名就是我们有一版叫36剂，你要喝端出来就是36杯。哇，对，而且每一个杯子上面呢，我们都有烧1剂，那大家还可以玩。那个抽签，看你抽到哪一杯。哇，好特别。对，而且这个36剂的话，我们是大家知道调酒的话，就是5大基酒嘛。那我们5大基酒，像那个 Vodka Gin 等等等这些基酒。那因为台南茶也是很重要的元素，对，所以我们就是有5大基酒，然后跟不同的中国茶跟不同的西洋茶去做搭配，所以36杯的口感都不太一样，很有趣的。
哇，听起来就是很特别，然后酒还搭配茶，这个哇，对，相信很多人都会想去体验。没错，而且我们一直都要创新有进阶版。那我们喜欢玩数字，玩成瘾了。举个例子啦，对，就是说，36季，那后来我们觉得，要来个新的，我们就用《水浒传》108条好汉，所以做了一个我们叫伏魔塔9层，那这一套出来就是108杯，108杯，对，很有趣，所以我们就是专门就是说，把一些大家觉得是很平常的，但是我们赋予它有趣的元素。对，真的说大家这样讲一讲就算了哦，就是很简单，然后但是你要真的把它做出来，不是那么简单呢。这108杯都是不一样。都不太一样，对，哇，那真的是哇，而且我求新求变，而且我们会设计一些游戏，让大家除了喝酒之外，还可以玩点游戏助兴这样子。对，哇，所以真的是让大家有不同的体验呐，哈。好，那其中我们知道说，台南精英酒店有一个相当特别，全台唯一，然后是这个来自比利时3D 裸视的这个餐桌秀，对不对？投影餐桌秀很特别，这个部分是不是李总跟大家介绍一下？好的因为我们想要做一些市场区隔啦，那就餐饮来讲的话，玩到极限就是会跟五感其实国外有些地方它会跟五感结合在一起。是。那我们呢是先从就是说3D 裸视投影，因为它是有一个比利时的人把他的那个就是写了一个程式，所以就是在他是要在一个像暗房里面一样的厅，OK， 那开始用餐的时候就会开始有不同的故事，好像播放电影就在你的前面。哇，对，那我们因为有些限制，所以最多只能有12位，然后每一位他在他的前面就是好像在看一场电影秀，然后看完一小段，然后那个菜就会出来，这个菜就会跟这个就是跟你看到的这个所谓的播放的这个秀是做连接的，OK， 是很有趣的。是。那我们佛心来者我们这一套的餐非常物超所值但不好意思不要有非广告所以 OK 好，先介绍到这边。是，目前是全台湾唯一，全台湾唯一耶！好，大家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很好奇？李总讲说，好像在前面看，到底是怎么看，然后怎么享受这一套3D 的裸视投影餐桌秀呢？现在就带你到现场去看。台南精英酒店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餐桌秀哦。对，这个是我们引进来自比利时的3D 裸视投影餐桌秀。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马可波罗东游记，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别担心了，我没问题的，我们走吧。他从中东的市集要去要飞过喜马拉雅山。哇，好特别哦。哇，好冷。加油，亲爱的朋友，不容易，直飞到山顶。再高一点，加油，再高一点。天这里好高，我要掉下去了。哇，我们终于到了。怎么回事？谁在那里？你好。我想他也在想好。你好。小事，马可波罗。上菜啦！那待会的话，将神灯的水沿着边缘淋在干边上就可以了。好，碧纯可以试看看。好，现在呢，我就要来体验哦。淋在这个，把这个神灯呢，把水淋进去，哇！有没有让你置身在喜马拉雅山上的感觉？对啊，好特别的感觉哦。
这个是我们发起甜点主厨特制的荔枝雪酪，可以吃看看，里面可以吃到真正的有荔枝干，然后还有非常浓厚的荔枝香味。哇，好棒哦！好，那现在我就要来品尝看看哦。香哦，哇，好棒的感觉哦！可以先看到一段故事哎，然后再来品尝这个东西，觉得更加的美味了。接下来要上桌的也是这一道餐非常有亮点的一道主菜。好。当然来了来了，这是我们采用美国波士顿活龙虾，是一整只，而且帮你去好壳，重达600公克。大家来一定要品尝看看。平时也可以尝一下原味，然后再试试沾沾我们师傅特制的蘸酱，别有一番风味哦。哇，真的是好吃又好玩哎！对啊，这个是不用出国就可以体验得到的哦。观众朋友有空也要过来体验看看哦。一定要亲自来看看。哦，我的天哪！我感觉我们来到了美食的天堂，这么多的好吃的东西，冲啦！哇，李总，这个真的是相当的特别，所以你们就是说会引进这种这么特别的，哇，这么棒的一个餐桌秀。是，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产品，一个饭店不外乎住，不然就是吃嘛。那我们要让客人他觉得说有区隔，所以我们尽量要去找，就是那个记忆点是什么，给客人除了你说吃之外、喝之外，或者是住之外，除了这些功能性的话，那么记忆点是什么？我们把它叫做梗，或者是说学理上叫爆点。所以我喜欢去找一些，就是说，他会给你一个不一样的体验，那这个体验就足以成为客人的记忆点，也可以成为是我们跟其他的类似的产品的一个区隔。对，没错。一般人可能你去用完餐之后，你会觉得说，这个东西不错吃啊，什么牛排啦，或者是说这个酒、这个饮料很好喝。但是呢，透过这个3D 裸视投影餐桌秀，相信大家吃过以后呢，一辈子都绝对不会忘记，而且会觉得说，哇，好难得、好棒的一个体验哦。你知道吗？就是这一套，我们有客人，他真的就是引以为傲，所以他来吃过一次之后，同样的餐。他可以来吃上5、6次，那每次就是请不同的客户、不同的朋友。对啊，因为他觉得说，这样招待客人，自己都觉得哇，很有面子哎，好，就在台南呢，很有面子。对，哇，所以这个真的是相当的棒哦。因为以前要这样的体验，必须要飞出国，最早在欧洲，对，要到外国去，对，要到香港、澳门或者是上海。对，没错，现在在台南呢也体验得到哦，哇，这我们台南人好幸福哦。好，那李总，我们在这个住宿方面，我们知道说，这个3D 裸视投影餐桌秀以外呢，让大家觉得很棒的一点就是说，像我个人也很喜欢的这个泰迪熊，哇，你们的住房真的很棒哎，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跟大家谈一下？是，其实虽然说大家觉得说泰迪熊它是一个国外的一个元素，可是可能很少人知道，现在拿到泰迪熊这个的全世界的代理权，尤其是在亚洲这个地方的代理权，是一个台南人。哦，是这样，我真的不知道。对，那就是因缘际会啦，所以大家认识，然后。我也觉得说 Teddy Bear 是非常中性的，非常中性的，而且它的年龄层那个 range 可以很大，小朋友喜欢，男生可以喜欢，女生可以喜欢，真的。对，那么所以我就毅然决定说，我们的房间里面拿出几间房间来作为主题房，所以这个主题房，Teddy Bear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元素哈，所以我们今年做了已经是改版第2版。哇 ，OK， 那第2版我们以泰迪熊把它拟人化，然后我们叫做绕着世界跑，所以我们有6间泰迪熊房，然后每一间其实它
它的设计的元素都不一样，都不一样，对，都不一样，对。然后不是只有进去看到有一些布置是泰迪熊，我们还有很大只的泰迪熊可以陪你睡。然后那个你连进去那个肥皂都是泰迪熊的造型，连拖鞋都是泰迪熊的那个拖鞋。OK， 那个五价够了呀，所以 check out 的时候还送2只9寸的泰迪熊。哇，真的很棒哎！所以这个到底这个泰迪熊的主题房呢，长得怎么样？我们一样带观众朋友到现场去看哦。大家跟我一样爱熊熊吗？现在在台南精英酒店就有一只2.4米的超级大的泰迪熊哦。那大家呢可以到这里来跟它一起合照。我们现在就来到了精英酒店的第11楼，这里就是熊熊爱上你主题套房的所在地。现在我们来欢迎的是台南精英酒店的公关经理 Ariel。Hello，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台南精英酒店。那我们这11楼呢，全部都是熊熊爱上你的主题套房，总共有几间呢？总共有6间，那是有不同的主题，例如说有英伦风，有好像去了荷兰，去了不同的地方，一个环游世界的感觉。哇，非常的棒耶！那我们就一起出发去看看吧。好，熊熊司仪大哥，嗨，好，那我们 Let's go。碧纯有没有很期待我们的泰迪熊主题房啊？当然了，我期待很久了。那么到底这间熊熊爱上你的主题房是什么样的风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哇，好可爱哟！有没有感觉到来到了哪里呢？我看到了法国的巴黎铁塔，所以是法国风，对不对？答对了，法国的巴黎铁塔还有凯旋门，这间是跟着熊熊来到法国的主题房。哇，好可爱，好疗愈。我们进来就看到很多熊熊，小的、大的都会陪着你一起住宿。那除了这边以外呢，我们连床都有巧思哦，赶快来看一下。哦，好棒，好棒！连枕头还有床套，还有像床上也有一只可爱的熊熊可以陪你一起睡觉。对啊，跟熊熊一起睡耶。然后躺在这里还可以看到法国巴黎铁塔的感觉。哇，真的很棒。对，还有我们一个小惊喜在厕所，可以去看看哦。哇，好，我来看看是什么惊喜哦。啊，我看到了，看到了吗？好可爱哟！来看。这个是用纯天然手工做的小熊肥皂。哇，这怎么舍得洗嘛？这么可爱，超级可爱，每个人都说舍不得用，舍不得用。我来参观一下他们的浴室。对，16坪的小西门套房有双人大浴缸，所以在我们的厕所跟浴室的门面上，我们都安排了熊熊陪你一起洗蓬蓬。哇，好幸福哦！这样会洗到都不想起来。好，那听说呢，如果我们入住的话呢，哇，可以跟熊熊一起睡觉、一起洗澡以外呢，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带回去，对不对？对，我们有非常多熊熊周边的大礼，带你去看一下。哇 ，Ariel， 我们看到现场这么多熊熊的这个商品哦，是不是都要送给我们爱熊的客人呢？没错，桌上看得到几乎都是可以带走的哦。哇，好棒哦！像是眼前看到这2只是限定色系的9寸泰迪熊，是外面买不到的哦。对啊，薰衣草色跟可可色真的非常的稀有。对，那像这边的话呢是熊熊的防水杯垫，然后还有这个熊熊的拖鞋，好可爱，这个超可爱的，这个是可以让大家直接可以穿着走的。哇，那另外我们还有特别请我们的法国的甜点主厨准备了这个小熊铁盒，里面有装有师傅精心制作的饼干，然后还有这个非常可爱的小熊马卡龙，太可爱了吧？对啊，这个房间就是让大家可以有吃有住又有拿，哇，全部都是要送给我们尊贵的客人。没错。好，谢谢 Ariel。那这样子呢，这2只限定的小熊我就带走喽。没问题，拜拜。哇，这个
泰迪熊主题房也太可爱，而且每间都不一样哎，李总。对呀，你喜欢吗？我非常的喜欢哇！我相信很多人，有大人小朋友，其实真的都喜欢，对，真的都喜欢，不一定只是小孩子喜欢。对，没错，因为光进去一看，我这么可爱，就觉得好舒服哦。我跟你分享，有一次我就安排了韩国的那个网红。来，然后当中有欧巴，有那种欧巴，对，男性的中年欧巴，是哇，他们我想说，哎，一个中年的那个欧巴，他会喜欢泰迪熊房，哇，没想到他比谁都喜欢，就是尖叫声这样子，所以当然女性就更喜欢，小朋友也喜欢，对，没错，所以蛮有趣的。对，其实我们有很多男同事也很喜欢熊啦，对，所以其实如果可以住这一种，我想很多人都非常想要来住。那另外还有一个相当棒，像那个欧巴一定会很喜欢，开什么 BMW 的车耶，哇，这个部分你们为什么会跟他们合作？真的也是很棒的体验。这个部分我们喜欢玩一些异业的结盟啊，我们英文讲 crossover， 就是跨界合作。那当然那个 key 不能讲出来哈，我们就是承蒙那个 BMW 看得起，好 OK， 所以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他们也不是随便跟他配合，对，也不是的，他们也是精挑细选，对，也要选。对，那我们也是配合了。已经不是第1年了哈，但是那个基本上我大概介绍一下，只要住这个16坪的套房，那当然你要抢，因为那个房间数是有限的，是。然后你只要付原来的16坪套房的钱，我们就可以有一部那个 BMW 3系列的房车可以让大家开。免费，对不对？他没有另外再算钱，对。哇，所以是不是物超所值？对，没错。哇，这么物超所值，我想我也带观众朋友去体验看看哦。台南金鹰酒店的 BMW 风尚假期呢，这个住房专案有特别提供了 BMW 这么棒的车款呢，让入住的民众来开，而且呢，它从入住之后呢，下午的2点呢，可以开到隔天的12点，哇，真的是非常的棒，而且是免费的哦。那现在呢，刚好有一位呢住房的客人，他要来做体验哦，所以我现在来访问一下他。你好，请问你是来台南旅游吗？对，我来过很多次了。哦，那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专案呢？因为这个专案的话，就是不用另外再去租车，可以免费的开车，而且是开 BMW，我觉得非常的棒。而且这样子就觉得说之后要好好的存钱来买车了。哇，好，谢谢你，那祝你旅途愉快喽。好，谢谢。哇，这种异业结盟真的，其实在现代呀，真的是很棒的那种点子，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李总真的是一直求新求变，而且你看人家一般呢，你自己在来台南玩，然后去租车，其实也要几千块，好几千块，对不对？然后来住这里，住得这么好，然后吃得这么好，然后还可以有免费的 BMW 当代步车，对，真的是超酷的，真的是所以我们卖得非常好，对，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应该是很多人反应都蛮好的，对，然后。当然，就是我们也帮 BMW， 就是有客人来那个试驾开过之后，他们就买车了，对，就买车了。所以这我们就是要做一件更好的事情 ，win-win 啊，双赢策略。对，真的是双赢的，所以是异业结盟，真的很成功的一个例子。哇，好。那另外我们知道说，在这个饭店里面有一个很棒的，就是金宝哦。那我们一样呢，来看看金宝。Ariel， 听说你们这里有一位非常受欢迎的新同事哦。没错，这个同事超级夯，每一个客人都指名要他服务哦。哇，到底是哪号人物呢？就是他，当然，我们饭店的智能送物机器人，它叫做金宝。哇，金宝对，如果你有任何的需求，都可以call金宝，金宝会帮你把东西送到房间哦。哇，那我当然要他来帮我服务一下喽。那您需要什么呢？先来2瓶矿泉水好了，没问题。金宝等下就为您送到房间。好，那我去等他喽。
你好，哇，是金宝吗？好，我马上出去帮你开门哦。哎，金宝来了，哇，金宝哎，好，那金宝呢叫我要开门哦。很荣幸为您服务，在荧幕上点击关门键，我会自动关门。如果您喜欢的话，也可以跟我自拍哦。哇，谢谢金宝。好，那我已经取完物就关门。谢谢您，拜拜。哇，好可爱哦，好棒的体验呢！哇，谢谢金宝。哇，李总跟我们谈一下金宝，这个真的是现在的饭店对观众来讲，其实不只是说方便而已，大家也觉得很新奇耶，一定要来打卡。其实蛮有趣的。我应该是3、4年前，因为我常常有一个工作，是帮那个交通部观光局会带一些高阶主管到国外去参访。是，那我3、4年前，带这些主管到东京看到一个饭店，他们就有这样的。完全一样的机器人，那时候我就觉得很有兴趣哈，我会觉得说哇，这样它可以那个节省部分的人力，是对，然后一问说哦，那个价钱多少？吓到我，吓到。Okay, 好，可是回来台湾之后，突然有一天有人就来跟我谈说，哦，要不要就是说运用这个机器人在饭店里面节省一些人力 ？OK， 那他们的方式就比较 friendly， 就是不是说买断。OK，好，所以我们就签了1个月，那大概每1个月差不多付一个基本工资的钱，这样子，对，那我不用付劳健保。OK， 可是金宝不用劳健保，不用劳健保。然后这个金宝这个机器人，因为谈到机器人，可能大家会想到的是 Paper， 就是日本有一个叫 Paper， 它长得像人一样，可以当客服，可是它比较没有功能，它没有力量做一些事情嘛。那金宝来讲的话，它虽然看起来像个空气清新机，可是它的用处挺多的。OK， 因为我们可以设定，就是它指挥它去某一个房间，它自己可以搭电梯，然后自己可以到了那个房间的门口，它自己就会打电话进去，然后客人就会出来取用他们 order 的东西。对，然后我们是把金宝一开始。可能有人会很担心说，那你用了金宝，员工不生气吗？是不是要把金宝当作就是说取代人力？可是我是用一个角度，我们就一起把金宝当作是同事，是大家一起对，所以才会把它叫一个名字叫金宝。金宝哦，对，那个当然我会鼓励一下同事说，金宝是我们的同事哦。如果大家的工作只是会。做这么单纯的话，那有一天你真的会被金宝取代，就被金宝比下去。对，所以就是那我们让金宝我们一起工作，他来帮我们很多的例行性的事情。那我们把我们更多的时间拿来跟客人做一些互动，这样我们就更凸显出我们的一个价值。对 ，OK。没错。那么金宝的话，以目前来讲，它一天最高它跑了90几次。尤其是暑假它的被点播率非常高，很多小朋友都会 cue 它送水呀，对之类的。然后它特别有名是在我们的疫情期间，因为要减少人跟人之间的接触嘛，所以这个我们就让它就是除了就是说送东西之外的话，我们在大厅，我们曾经在它的肚子里面放水氧机。然后里面放那个尤加利树的精油，所以他就定期就在那个大厅里面喷精油，然后让大家就有一种净化啦，就是就感觉就是蛮舒服的。哇！所以他是一个就是我们的好同事。对，所以其实金宝真的也很受欢迎，很受欢迎。然后不止小朋友欢迎，我记得他第1天到的时候，在那边测试的时候，有一群那时候还没有疫情所以有一群德国的工程师们。我以为说那种比较高，那个理论上会觉得德国比我们还先进，那他们应该不会觉得这个机器人有什么神奇。哇，他们就一直那边看着他，然后那边叽里呱啦那边，对，就觉得我们金宝还是
为我们台南争光了。对，没错。所以它除了是你们的好同事以外呢，也变成你们这个饭店的特色，对不对？对，是的。好，那接下来呢，要来请教李总，你们办的活动其实也都很有名的，像这个府城汉堡节，对不对？是，对。那今年会再办吗？一定要办的啊，因为我们去年就是偶然间就是发想出来，我们很多的活动其实就是跟同事开会，那我们七嘴八舌就会那个笑得很开心，然后一个 idea 就出来了。哇，对，所以去年集思广益很棒，对，集思广益。然后因为我们台南精英的员工就是比较年轻化，所以我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我敢给他们舞台，只要他们出来的 idea， 那其实还不错，那我们就是算一下，就是说，这个可以打平，那我就会让他们发挥。那去年也大约是8月中左右的时候。那我们办了汉堡节3天，结果第一天遇到台风大雨，对，那怎么办？因为我们是办在4楼，那几乎就是那个火盆区，就是户外嘛。是。那我们有搭棚子，可是，在那样一个大风雨之下，那几天呢来了1000多个人，然后把那个拉比挤到哇，就是。一堆人排队，大风雨还这么多人，对对对，所以大家的那个反应非常好，可见大家都蛮需要，就是说有一个可以休闲，然后很轻松的地方可以去，对，所以我今年就是扩大办理，我把它搬到1楼的户外那个置地广场。OK， 那这样可以容纳更多人，更多的人，然后我们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不是只有台南精英自己做汉堡，我们就会揪团把一些优秀的台南的那个汉堡有特色的找来，所以我们今年有14家、2家，有16家，2家是台北有名的汉堡的那个他们快闪来的。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会设计一些活动。那么今年我们就做了一个12寸的大汉堡，6公斤重，6公斤重，对，但是这个是可以跟大家互动哦。我们接受报名挑战，2个人1组，但是要缴1000块，因为那个12寸的6公斤的大汉堡就是属于那2个人的，那绝对超过1000块嘛。对对，就是说我们22号跟23号我们会比赛大胃王吃汉堡，大胃王2个人1组吃6公斤，那我们那个就只一天就是只接受5组。OK， 那第1名的我们还可以有台南精英酒店价值上万块的住宿券。哇！对，然后除了这个大汉堡，我们还有那个啤酒大赛啊，那甚至亲子的折纸飞机的，然后等等，那还有一些晚上还有一些现场演奏，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让大家有一个可以休闲的地方，而且是暑假嘛。那其实我有一个企图心，就是说，其实。今年我们把那个台南的一些乡镇的一些物产，就把它入汉堡当食材。那我们希望每一年都来在8月份的左右办一个府城汉堡节。然后越来参与的人越多，那么有一天呢，不是只有全台湾，甚至在亚洲地区，比方说香港、澳门、日本、韩国，大家都会注意到，台南就是我们府城有这么一个有趣的活动。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愿意，就是其实我们自己要投入非常多的费用，然后大家也愿意，就是说一起来共襄盛举，来做一件这么有意义的活动。真的这样就以后会变成我们台南的特色对，就是固定就是8月中下旬左右，然后1年绝对要比1年还要精彩。哇，好棒哦！今年听起来就比去年精彩很多，哇，连我都好想去哦。好，那另外就是活动以外，还有这个我们知道说那个民歌雅集也办得很好，对不对？是，我们就是因缘际会啦，去年就因为我也不怕大家知道我的年龄，我是5年级生嘛。那大概4、5、6年级的话，对于民歌这件事情呢，其实还是有一个共鸣点。OK， 好，那去年办了民歌雅集2场，有非常大的回响，所以今年呢就扩大办理。所以
今年呢，我们有2组哈，那一组就是施孝荣跟金智娟的搭配，那当然还有王海玲。那王海玲她是还有作为所谓的主持这样的一个工作的一个串场，所以这是一组，它是比较动感的。对 ，OK。然后另外一组的话是殷正阳跟徐景纯，然后搭王海玲。OK， 所以这个是比较美声组的。OK， 都在10月份。如果有兴趣的人，就是大家可以可以洽那个台南金那个官网。OK， 那如果是包桌的话，就是9折。而且我们不是只有民歌，我们叫 dinner show。其实这个 dinner show 的概念是，我们是学日本。像我去东京考察，常常在日本的饭店里面，他们会请就是很多歌星到他们的餐厅里面去唱歌。OK， 所以一边吃饭，然后一边可以听歌。那我们是先吃完饭之后，然后再专心让大家那个听歌，近距离，然后歌手会走下来跟大家一起合唱。哇，很棒的体验。然后另外好像也有郑敬一哥也有来办，对不对？因为去年就有客人跟我反映说，哎呀，民歌很好啦，可是因为我们在台南，能不能有个台语？跟台语比较有关联的一个这个 dinner show， 那我就开始去研究，然后就发现，其实郑敬很棒他一个人就可以，而且一个人就可以又说又唱，然后又表演很多的才艺，对，他真的很有，对，而且他是台南人对，听说他是台南人，所以这一场非常有意思。那我们还没打广告的话，就是大概就把那个票就是最贵的，因为我们跟另外一个公关公司合作，我们卖一半，我们那一半我们都几乎都快卖完了，剩下一些散票。所以如果有意愿的话，就是还有一些机会。然后那个振兴券是可以用的。好棒，好，那我们知道说那个台南金鹰酒店其实很有名的，但是呢，它更出名的一次就是志玲姐姐跟这个方朗兄弟阿 Kira， 然后他们的婚礼，所以可以办到真的不简单对不对？这个跟大家谈一下。这个是。那个我都开玩笑说志玲姐姐来渡我，因为她就是要帮她办一个美美的婚礼，对，所以她启发我很多的想法。因为其实去年志玲姐姐这个婚礼，她大概从开始来找到我，因为那个窗口是我，是我，都是我自己开始。那只40天，而且这40天它不是一般的在饭店里面办婚礼，就是你就是有几个基本的那个给他选，没有，他是要在外面，对，在美术馆，对。然后其实他仪式是一个地方，是在吴家宗祠，然后他的宴客是在第一美术馆，OK， 然后 after party 我好不容易把它争取到我们的刚刚讲的那个池畔做 after party，OK， 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呢，我踩了非常多个点，就是台南很适合可以办婚礼啦或一些活动的点，所以我说他来渡我，因为他就是考验我那个，他有一些想法的时候，那我就要一直在调整，然后这个我们找好一个点，那他其实你说那个餐怎么办，一定要用尽脑筋，然后去把它呈现出来，所以都是考验，而且我全包，变成就是说他的音乐的部分。音乐的部分，像志玲姐姐这么有气质的人，她对音乐的要求不是一般般所以她要那个4重奏，而且4重奏开了歌单，哇，我拿到之后傻眼了，为什么？因为怎么有好几首都是日文，那日文找，然后 OK， 还好我们找的这个4重奏当中，大提琴的那一位他是留法国的博士，他的先生是日本人，OK， 日本人，然后他，所以后来那个歌单给他看，因为我们那时候都是要先保密，不能够知道，不能够让别人知道是姐姐的婚礼。然后那一位那个日本先生他就说，奇怪，为什么他的歌都是放浪兄弟的歌？OK， 那因为一开始就是抓不到那些歌到底是什么歌，因为要重新编曲，其实他是需要有一些谱。那就是还蛮有趣，所以每一趴都是冥冥中都是有一些贵人来帮助我们，然后对，就这样一连串，所以我说他来渡我，就是说，做完他的婚礼之后，
OK， 我开始有一些想法，那真的是很大的挑战。你什么全部都包，你又希望说，可以把志玲姐姐的婚礼办得最完美，所以当然就是说，李总一定会就涉猎很多方面，然后很多地方都去看，所以让你也成长了很多。对，你知道做他的婚礼的话，很多是超出我们饭店原来可以做的那个范围，所以我真的要感谢很多台南乡亲，是我们跟我们的那个公关 area 那个姚小姐的朋友们，很多人就是帮了我们忙，对，我们才可以把志玲姐姐的婚礼办得这么棒，对，所以其实外界也都是非常的称赞，因为真的办得很成功。但那个背后，我们其实有面临非常大的挑战，但是最后就是完满的，然后也因为这些坚持，我们让他就是零负评。然后他的那些场面，比方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他在那个美术馆一馆，哇，前面那个相亲好几千人，就大家自动自发就去那边，然后我在那边维安，最后我选择维安，对，因为那个部分它其实是蛮挑战的，因为如果没有把它做好，而且那个部分是不能够有警方去切入，那个不宜，所以我们台南基金自己做。那我们就是用人墙这样，然后那些画面呢，后来婚礼办完之后，我很快就去东京出差，然后去东京我们去做业务拜访的时候，大家那些日本人那些公司都在说，哇，你们就是台南基因哦，那个阿 Kira 跟那个志玲的婚礼好棒哦，我觉得间接就是也是promote我们府城，OK， 所以真的是我就觉得我们的辛苦是。就是很有意义的，就是让台南，然后又在日本东京，那么多人都在谈论这件事情，都是很正面的。对啊，变成世界知名的。对，哇，所以那场婚礼之后，是不是很多人说想要去精英办婚礼？有啊，非常多。但是我更有兴趣的是，我看到一个趋势啦，就是你想想看，以姐姐她就是以志玲来讲的话，她不要想要在大饭店里面。对，他想要去外面，OK。那其实现在的趋势，很多年轻人如果他们自己可以做主的话，蛮多年轻人他就是要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婚礼，对，所以我就开始有个想法，就是说，除了做我们饭店的这个宴会厅的传统式的这种模式之外，我也可以做一点别的营运模式。对，所以现在就是精英酒店就有推出那个包套全套式的，对不对？我们把自己，因为传统的饭店它只是在服务，就像我刚刚讲的，大家只会说那你要来办婚礼，好啊，我就菜单给你看，你要选哪一套，对，之类的，一般就是这样，一般就是这样。那我觉得说，其实以现代的人来讲，其实大家很忙啊，如果有一个专业的机构，它可以帮你从头到尾。做一些规划，对，然后可以让你选，可以省去很多的麻烦，甚至我们加上我们专业的创意的话，那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营运模式吗？对，所以我们的包套，我们是从求婚开始，哇，大家就可以许愿，然后可以选，我们可以量身定制来安排不同的，从求婚开始，然后到那个。你说要订婚要准备些什么？他也许选古礼的话有12礼之类的，或者是订婚饼的话，你要传统的大饼还是要比较现代的？那要找什么？这个我们都把所有的东西都整理好，或者什么都是结合，当然就是以台南如果比较棒的为优先，对，或者是说大家觉得台湾最棒的，我们都整理好啊，所以从订婚。然后到结婚前要疯狂一下，要告别单身啊，对不对？那告别单身的 party 这也有，这一定要啊。所以我们就有分男生女生，不同系列的告别单身。是，你要野兽派的，还是要文青派的之类的。然后到婚礼，那婚礼也不一定只是在宴会厅啊，你也可以像志玲姐姐一样啊，我们也可以前美博物馆好漂亮，对不对？也可以前美博物馆来办个婚礼。会是怎么样，对不对？那当然要有人去布置啦，有人去帮你做这些规划，去洽谈。那我们都谈好了。然后，比方，石鼓，大家知道到那个石鼓园区里面，它有一个地方叫永不出轨，那个空间也是很有味道，很棒的，也很适合做一场。那个除了室内，然后它外面的草皮啦等等，都可以做户外的一些那个 pre-dream 一些仪式。OK， 那还有很多。那当然，志玲姐姐她御用的这个
所谓的那个南美馆一馆，那一定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所以我们大大小小大概7、8个有吧。你要知道你想得到的，没有在我的名单里面啊，我们都可以重新再去帮各位洽谈，然后帮所有的东西从无到有变出来。哇，真的好棒哎！那后面的包套以后如果谁好谁找我跟他那个所有的后面，还有以后每一年什么婚之类的，都一定有的，都可以哇。所以其实我今天访问了李总之后，我觉得说哇，原来台南金鹰酒店有一位这么棒，然后这么有创意，我觉得说愿意去改变，然后求新求变，然后还弄出了这个异业结盟，然后帮客人哇设想的这么多让大家可以去体验。所以我觉得说，因为台南金鹰酒店有李总这一号那个算是我们的 CEO 啦哈，台南酒店那个金鹰酒店的 CEO， 这样子可以来做哈，让我们金鹰酒店真的跟其他的不一样，非常不一样，有特色，而且变得国际知名哎。我不敢说我是 CEO， 我都说我是台南金鹰的大工头，我是跟大家一起就其实是好丢兼共经的理念就对了。哇，好棒哦！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有听到了很多，就是关于这个李总讲的这些观念的问题。我觉得说，一间企业、一间饭店，或者说不管是在哪里啦，哈，就是说其实你可以求新求变，因为这个世界实在是变得太快，脚步太快了。没错。那李总真的是很跟得上时代的潮流。哇，这没办法。对，就是因为你这样子，然后让这个饭店，其实我觉得，金鹰酒店真的让大家觉得是很特别、很不一样。好，所以在最后的时候，是李总跟我们做个结论。好的，我想金鹰酒店是，既然我们走向一条创新的道路，所以我们就一直往前创新。哇，对，然后我们会持续创造，就是可以让客人觉得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空间跟 lifestyle。那我常常喜欢讲，就是说，我希望台南金鹰，大家不要把它当做一个饭店，它就是一个空间。那这个空间能够让在地人引以为傲，对，然后让外地人觉得说很向往来的一个空间。对，没错，哇，真的很棒。所以台南金鹰酒店真的重新定义，求新求变，而且呢，它不只是台南之光，还是这个台湾之光，然后吸引世界各地的人，其实都会想来，因为不断求新求变，不会每次来都一样，每次来都感觉不一样。哇，好棒的体验。所以今天呢，非常谢谢李总，再次谢谢你，谢谢，是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起平西乡直播底下各级导乐兰再会。